的声音。感谢哦。有。诗婷，昨天美纯的声音不好听吗？不然你怎么都没听到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后学的赖啊，电脑版的赖是旧版的，今天有更新了。旧版的有时候听得到，有时候听不到，有时候讲话有声音，有时候没有声音，很不稳定。所以我今天把它换成新版的了。对啦，简经理说人要旧，东西要新啦。那好。抱歉。修到古老化，搬到科学化。男主，我们可以开始没有了企业家的眼光，好哦。运动家台湾传承的精神。各位铁人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我们今天呢，开始来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今天由后学来学习，请各位先把麦克风关掉，感谢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引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壁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一线，收圆显化在鼓动，南北两极连中许，混言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实练当来弥勒经，用心实练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练，三灾八难苦来清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以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练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度化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护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主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起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宗，
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差你常时练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练一遍神通大，只练2遍得超生，只练3遍神回胖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时叩。一叩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往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一线，收圆显化在鼓动，南北2极连中许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无来亲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风，各方神皇来对号，报是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摄对三岛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智慧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江儿得安宁。北方孙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合体造起遮日月，头顶真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驻清诸恶化甲兵，杀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主导，各家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差女常持念，邪
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十练一遍神通大，十练两遍得超生，十练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十叩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迎真好三圣，落在中原山心里，大正四川黄桃寺，天真收元化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无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一线，多元显化在不动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车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眼对合同，银儿要想归家去，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十念佛来救，佛陀金莲气超生，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十念，三灾八难来信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唐时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倒酸立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度化，智慧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学根，无度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何喜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驻京诸恶化甲兵，搭救元人香儿女，火光落体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家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差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1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
只练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入境，练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扣再扣三扣，四扣五扣，六扣七扣，八扣九扣走。爱祥诵经向文。突然天贤，请你把你的麦克风关掉好吗？突然天贤，我就关把掉了，你的麦克风关掉好不好？要关掉了。没有关掉。有关掉了，谢谢你。好，爱祥习武诵经回向文。爱祥习诵经。一字赵长明。各报自己的姓名，弟子许贤德。弟子赵长明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慈悲波转，诸天仙佛菩萨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保佑众生万物生命安全。保佑众生万物生命安全。自所自导，自所自导，正持昭格采纳，正持昭格采纳。忏悔文，忏悔文。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南无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各位点燃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感恩前贤，感恩坛主慈悲。